分辨经文内外的艺术，用罗马经书经文中的政治及宗教的关系做个说明。对接受过圣经的研究训练的人，怎样分辨甲经文相关的历史材料甲文学修辞，已经是真自然的反应。总是现代教会真少放伫心内，是咱怎样面对圣经，读圣经的人怎样理解经文，以及理解的时有啥款的限制，这就是意识形态批判讨论的议题。意识形态解说的启发，若讲到意识形态解说的方法，伫《新使者》杂志2022年10月已经有一篇詹宗生的文章。意识形态甲圣经解释，互咱对这个方法有小可认捌。文中举圣经的例，谈论圣经内面一些的方式甲先知伫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煞接讨论教会有无同款的历史传承，凡是无同的传承之间，也有出现过紧张的关系。总是意识形态的分析，会当讨棒互既定想法捆绑的人，进一步互讨论更加专注伫共同的方向。另外，无同的解说，有可能会当产生新的意见。用较学术的讲法，透过意识形态辨明家己立场的特色甲限制，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面对现代学术的讨论，教会内面未免有人质疑辨明自身的限制，敢真实有法度改变讨论的气氛。意识形态大部分伫教会处境内是无人会主动提起的，因为伫既定的想法中，意识形态代表冲突，较无符合教会互人的印象。也因为安尼，咱就失去理解经文的人彼此之间无同的正声。罗马人书13章中的官兵甲政教关系，咱会当举一个罗马人书13章常常抓做政教关系的例，甲当代神学家威廉 T. 卡文诺的圣餐政治学做讨论。若讲到罗马人书内的政教关系，大先咱会想到罗马人书13章的记载，逐个人就顺服伫顶面的官兵，因为官兵拢是对上帝来，掌权者的官兵拢是上帝制定的，所以反抗官兵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反抗的人会受审判。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你敢无爱做一个免惊有官兵的人？若爱就做好，你就会得到称赞。罗马人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真侪人对这段经文的讨论是放伫顺服官兵的议题，而且这个官兵特别是讲政治方面的掌权者。经文表面上互看的是保罗建议非犹太的族群怎样面对罗马帝国，不过用犹太族群的观点，官兵就会看作是会堂的管理者。尤其罗马帝国承认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所以会堂的管理者有可能掌握宗教上的解说权以外，帝国的政权也会赋予因政治上的管理责任。对 Mark D. Nanos 伫这位是 Annotated New Testament 提供的注解，咱会当离开自身的限制，用犹太人的角度理解经文，透过无同观点的转换，会当帮助咱扩大对经文的想象。和卡芬诺的神学对话，将权力到圣餐政治学。毋若安尼，若是咱用罗马人书的经文，甲神学家威廉 T. 卡芬诺来对话，无同的解说角度就会当帮助咱找出甲神学家对话的空间，而且神学家的意见也有通提供咱新的角度，通用来反省读圣经所得到的想法，扩大咱对圣经的理解甲想象。对卡文诺的主圣餐的政治学内面就反省重大基督宗教对应公共事务的态度。伊认为，当启蒙运动的时，宗教和理性被逐出公共空间，
其中所产生的权力真空，就会互别项权柄来取代。卡文诺观察趣味的所在，就是国家、公民社会甲全球化，正做教会退出公共空间的替代。透过历史发展，国家少独占暴力，控制公民的身躯，也照着产出民族国家就是救赎的行为。总是伫卡文诺的观察来看，国家毋是中立的整合组织，国家会当独占暴力，将身躯整合做公共意向，佮用罗马法做独占事实的基础，更加稳固公民社会是自由空间的幻想。最后，以国家权柄做基础发展的全球化，也用伫剥削国家势力下面破碎的社群甲身躯，进一步创造跨国会社这款的大功。针对现代教会替其私人空间由国家占领公共空间掠做代表的问题，卡文诺认为基督徒对应现代神话，应该采取的不是妥协的态度，反倒是应该在新的处境内面，搁再深思圣餐的意义，做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那做用卡文诺对圣餐意义的解说，回头看罗马人书，观察角度会互咱产生新的灵感。